由香港柏金遜症基金製作嘅柏友之聲，每一集都會邀請唔同範疇嘅專家學者，以閒談嘅形式傾下講下柏金遜症患者所關心嘅問題。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柏友之聲，我係節目主持 Ingrid。今集分享嘅主題係正念瑜伽。首先要多謝今日出席嘅嘉賓，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護理學院助理教授郭欣欣博士，同我哋分享正念瑜伽點樣幫助到柏金遜症患者。Hello Jojo， 你好啊。你好 Ingrid，大家好，好開心咧，今日可以同大家咧去分享關於正念瑜伽嘅一啲項目嘅。Jojo 啊，瑜伽咧係一種好受歡迎嘅運動嚟嘅，坊間咧都有唔少唔同類型嘅瑜伽班啊。我想了解多啲咧，究竟正念瑜伽同我哋平時喺出邊見到嘅普通瑜伽咧有咩分別咧？冇錯啊 Ingrid，其實咧坊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瑜伽班噶喎，咁咧好多時我哋諗起瑜伽啊，好多人都會諗起一啲高難度嘅動作啦，係咪要將個頭擺喺地下啊，隻腳就飛上個天嘅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花款噶喎。咁我哋嘅正念瑜伽其實同普通瑜伽有咩分別呢？主要就係我哋係會強調正念靜觀呢一個部分㗎。我哋透過瑜伽一啲動作嘅式子，其實我哋強調緊嘅係去培育咧我哋自己對內心啦、身心靈一份覺察，同埋咧我哋係透過呢個整個一系列嘅運動，我哋慢慢去培育自己咧有一個更加包容同埋更加接納嘅心㗎喎。正念瑜伽其實咧係結合靜觀訓練同埋咧運動理療嘅一個項目嚟嘅，透過瑜伽體驗正念，強調咧身心靈嘅和諧統一。所以咧正念瑜伽同普通瑜伽嘅分別咧就喺呢度啦。原來係咁，Jojo 啊，咁究竟正念瑜伽咧可唔可以幫到柏金遜症病患者佢舒緩症狀啊，甚至提升佢哋嘅心理質素咧？當然可以啦。其實正念瑜伽咧，我哋裏邊係有3個大嘅項目㗎。我哋透過靜觀啦、呼吸技巧同埋瑜伽體位嘅練習，等參加者咧用唔同嘅方法加強佢哋身心嘅聯繫。譬如靜觀嘅時候，當患者好緊張，可能佢嘅症狀，譬如震顫啊，或者係動步咧，會突然之間咧更加劇烈嘅喎。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諗翻我哋練習正念瑜伽嘅時候，我哋用一個靜觀嘅方法，去帶動我哋嘅呼吸，去聯繫我哋嘅呼吸，等我哋嘅情緒咧重新咧平靜翻，然後咧好似重新去開機咁樣。咁呢個時候，患者柏金遜症嘅症狀都可以得到改善㗎。又例如係肌肉僵硬嘅症狀咧，其實往往都好限制一啲患者嘅活動㗎喎。我記得之前咧有啲柏友同我講，佢坐車嘅時候咧，坐落私家車，佢攬唔到嗰條安全帶嘅自己，轉唔到身㗎喎。咁但係做咗正念瑜伽呢一個8週嘅課程之後咧，佢發現自己咧係靈活咗好多㗎，唔單止可以自己攬到安全帶，仲可以咧一口氣行上一條斜路唔喘氣㗎喎。喺佢哋身體嘅層面，嗰個身體機能都得到咧好大嘅改善㗎。啱啱聽 Jojo 咧分享咧，就知道原來正念瑜伽係可以改善到柏友佢哋嘅身體狀況㗎。不如 Jojo 你再講多啲，究竟正念瑜伽點樣提升柏友嘅心理狀況啊？其實有咗柏金遜症之後，好多柏友咧都會覺得自己咧比起以前咧狀態差咗啦，好多嘢咧有心無力啦，往往係呢一種心理嘅壓力咧限制咗自己心裏邊嘅想法㗎喎。透過正念瑜伽呢一個8週嘅課程，其實咧佢哋慢慢喺呢8個星期裏邊，重新去感受自己身體嘅狀況，重新咧去接納自己咧嘅症狀，同埋咧令到自己更加寬容、鬆容，同埋咧係愉悅㗎。而呢一種心理嘅轉變，往往令到柏友咧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啦。知道多咗嘅時候，就更加接納啦。接納嘅時候，佢又寬容咗、鬆容咗啦喎。從而咧就係舒緩咗柏友嗰個心理啦、情緒，同埋改善佢哋嘅生活質素噶。Jojo 你嘅分享咧，讓我哋知道咧正念瑜伽咧喺生理上啦，同埋心理上咧都幫到柏友嘅。嗱，喺課堂度學到嘅知識啦，或者一啲嘅經驗啦，點樣可以用翻喺日常生活度咧？有一個例子咧，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噶喎。好多柏友上完正念瑜伽嘅課程，都會同我哋講，正念步行呢一個技巧咧係好幫到佢哋日常生活噶。
好多時拍友咧喺行路嘅時候啦，有機會咧會有拖腳疾步嘅情況啦，尤其是緊張或者係追巴士嘅時候，往往咧窒住咗踵步，隻腳好似撅住咗，起唔到步㗎喎。呢個時候佢哋有機會咧好緊張啦，甚至乎加劇咗嗰個踵步嘅狀態㗎。咁其實好多拍友都話，學咗正念步行呢一個技巧之後咧，佢哋係好融入到喺日常生活㗎。正念步行其實咧就係有4部曲啦，提起、推前、踏步、重心。我哋咧透過呢個4部曲，感受同觀察身體嗰個狀況，從而咧重新帶動我哋身體咧去起步㗎。咁呢一個練習咧，其實係隨時隨地、隨時隨刻，客友都係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邊做，去改善咧佢哋步行嗰個覺察同埋聯繫。好多客友都同我哋講，呢個正念步行嘅技巧實在咧係值得推介㗎。原來係咁。拍友如果遇到步態凍結嘅情況咧，可以透過練習正念步行4部曲去改善身體嘅狀況。好多謝 Jojo 今日嘅分享，等聽眾可以了解更多正念瑜伽嘅資訊。最後，如果聽眾想了解更多或者親身體驗嘅話，歡迎瀏覽正念瑜伽展柏力嘅網站 yoga.nursing.hku.hk， 或者參考翻拍友新知電子版相關文章第62、63同埋64期，入面有更多詳細資料俾各位。本節目內容只作一般教育性及參考用途，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唔會對任何錯誤或資料遺漏承擔責任。本節目資訊亦唔能夠代替合資格醫生及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嘅醫學建議、診斷或治療。如果你有任何健康上嘅問題或者疑慮，請立即同合資格嘅專業醫護人士聯繫。今集拍友之聲已經接近尾聲啦，約定大家下集再見，拜拜。